今仔日是9月初1，嘛是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。高雄榜领国小经过1年的筹备，为今仔日开始正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。新的学期开学的头一天，咱请咱台语台记者加入，带大家做伙来看上新的情形。 记者目前所徛现场，就是咱高雄路伫个榜领国小。对114学年度开始，榜领国小已经正式成做咱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。今仔日是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，一透早就真侪家长刷刷带囡仔来上课，校长、老师嘛拢徛伫个大门口来迎接学生囡仔。面对新学期的转变，咱来听看卖家长有啥物款的看法。对大家来讲拢好啦，因为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。 啊，所以讲哦，若讲台语是上好啦。啊，你像因自顶学期开始上嘛，啊，你感觉囡仔台语有进步无？阮本来平常时啊，就拢有咧讲台语啊，嘿。啊，我咧讲的，伊拢会晓听嘛，会晓讲嘛，会晓迄落啊。啊，我尽量拢甲伊指导一寡较古早的台语啦。建议就是讲，主要的学科还是爱正常安尼教，啊，台语的课程，就是会当甲在地做结合。榜领国小经过1年时间的筹备，顶学期已经是实际来推使用台语上课。目前全校学生拢总共66个，其中1年的新生是全校上侪一班有16个。在台语专业师资的方面，这学期开始有4位经过台语认证的老师来加入教学。校方表示，因知影这条路无好行，不过加在榜领的老师、家长、囡仔拢真共心，因会一步一脚印继续行落去。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咱从镜头交登去台北。